兄弟姊妹大家早，平安。今仔日牧师要和咱讲的主题叫做内心世界上大的阻碍。今仔日所讲的，你唔通甲认为是亲像是咧讲心理学的部分。若是心理学，嘛是上帝所创造。心理学叫做 psychology，psychology 这个字，心理学。嘛是圣经的希腊文所延伸出来的一个字叫 psyche， 啊，这个字 psyche 伫咱的中文圣经希腊文，甲翻做台语，甲翻做生命，啊，有人则翻做血气、肉体、血气啦。啊，另外一个圣经，阁有一个生命名叫做原文叫做 Zoe， 咱的台语的圣经甲翻做永远的活命。所以咱会当去看起，咱的生命。是亲像伫圣经的内底有两种的意思，一种是永远的活命，一种是 psyche， 一种是血气。所以今仔日牧师要和咱讲的要讲伫 psyche 这个部分，永远的活命真侪伫咧，但是要和咱讲 psyche 的部分。所以毋望咱的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你所听的话语，上帝的道理会当去改变你的生命，改变你的想法，因为咱人真侪的问题，拢是伫这个所在伫咧。咱做阿头来记得，听完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阮儿乐你，互阮今仔日，阮的耳孔通开，会通去听到你的话语，会通去听到你的声音。求主你圣神来动工，改变阮，互阮的生命侪侪的问题，翁仔某的问题，同工的问题，兄弟姊妹的问题，朋友的问题。这些生命的问题，拢是为着这个部分所来产生。愿主帮助阮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根据圣经帖撒罗尼迦第5章23节内底，甲咱讲，上帝创造咱人类受三个层次的3个层面，还是3个部分，真清楚伫咧，就是灵、魂、体伫咧。咱的生命是3个部分，有灵、有魂、有体。那根据圣经，灵 （spirit） 是会永远活的，是会永远活的。肉体的部分，当然咱会朽坏、会老去、会老化，到尾死亡，待伫土骹火化变土腐。但是有一天，圣经甲咱讲，有一天肉体嘛会搁活起来，肉体嘛会搁活起来。咱的灵永远伫咧 ，our spirit 永远伫咧。所以兄弟姊妹注意听，灵是永远活的，但是咱的肉体会老化、会朽坏、火化了后，亲像土腐待咧，还是还是藏伫甕仔内底。有一天，圣经甲咱讲，咱的肉体会阁活起来，含灵结合，含灵结合。得救的人，灵含肉体阁活上天堂；无得救的人，肉体阁活起来，含灵结合进入永远的火海。而且是真实的。真实的感受，毋是迄种亲像人死去了无任何感受。当咱的肉体搁活起来，含灵结合的时，入去到永远的火海内底。根据圣经启示录20章10节是讲极度的痛苦，所以咱会当安尼为遮来先来一个真清楚，灵甲肉体的部分是安尼。啊，圣经也是讲教会，咱时常讲的即个部分，灵甲肉体。我相信是真济部分，但是伫即个部分魂的部分，咱较少去讲到。当然有，但是咱无针对着魂的部分，所以今仔牧师要用即个部分来和咱大家分享魂的部分。魂是啥物？咱中文、英文圣经叫 soul， 希腊文叫 psyche。所以即个意思是啥物货？就是咱的情绪、咱的情绪、咱的感觉。咱的感受，是咱的情感，伫即个部分，即个部分，兄弟姊妹爱记住，伫咱人得救了后，伫肉体各我含灵结合
去到伫天顶的时阵，咱仍然是抑阁有共款的有情绪伫咧。所以情绪也是共款，无认为感觉咱去到伫天顶就变做亲像是一个。所以咱伫天顶，但是有一个问题是，伫天顶是无任何的罪恶伫咧。所以圣经伫启示录甲咱讲20章，启示录第20章第4节甲咱讲，伫迄个所在无搁再有目屎，无搁再有病痛。无较再有艰苦忧伤，意思是讲，咱的魂的部分，去到伫天顶的时阵，是完完全全是起初上帝创造亚当甲夏娃迄种的，就是讲，咱的魂是完全。所以兄弟姊妹一定爱记住，灵魂体，咱一个人若得救了后，去到伫天顶的时阵，是全人得救的，灵魂体拢是得救的。意思就是讲，咱无搁再有任何的瑕疵。咱无搁再有任何，无搁有破病，无搁再有老化，无搁有皱起，喙齿也袂落去啊！去到伫天顶时是 perfect， 到迄一日得救的人伫天顶是完完全全是 perfect， 是全是美伫咧。但是兄弟姊妹，伫咱伫地面上的日子，咱得救，咱的灵马上。咱的上帝的神伫咱的内底，咱的灵，咱已经得救啊！但是肉体因为罪的关系，咱仍然会老化，会破病。魂的部分呢，也是共款，咱会受气，咱会被冒犯。人家禁止我做什么，不是命令我做什么，会被冒犯，感受。然后咱有忧郁，有悲观，有消极，有孤独，有负面的情绪，这拢是伫魂的内底伫咧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一个人，咱若是得救顶头生了，咱是得救的人，但是咱的魂仍然抑阁是伫咧挣扎的内底，伫挣扎的内底。所以兄弟姊妹。只有当主耶稣搁再来，当新的耶路撒冷降临，咱住伫永远的到永远的内底，是咱真做实全实美的人以前。兄弟姊妹，肉体只要你着莫食薰、莫啉酒、莫食毒啊，有运动、食啉健康，你的肉体会当健康，魂的部分呢？咱敢有捌去思考过？敢有去思考着？有个人虽望得救，身体嘛真好，但是你魂的部分乱七八糟，真容易受气，真容易伫负面的内底，试一下按钮就噗一下就跳起来。我的意思就是，咱讲一句话就噗一下就跳起来，就冒犯，这是魂的部分伫咧。所以各位兄弟。咱的得救，根据新约的教示，根据圣经罗马人书第8章安尼甲咱讲，咱就永远，咱的灵含主结连，咱伫主的内底，读我迄首第3首的诗歌，咱是基，伊是葡萄树，咱结连做一伙，伊伫咱的内底，咱伫伊的内底，咱今仔捧圣杯，摕主的身躯。杯甲饼就是含主结连，主的活命伫咱的内底，耶稣基督伫咱的内底。我已经死啊！我活的是因为耶稣基督伫我内面活。咱的灵是永远到永远。牧师要甲咱讲，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袂失去得救恩的，除非你是无得救。所以牧师今仔日才搁一解讲，灵咱也是被主拯救。咱是一个得救的人，这是灵的部分。肉体的部分呢？我头有讲过，你着莫乱心来，剩的身躯就是交互上帝啊。上帝身躯是上帝的殿，活伫圣洁的内底，吃喝正常运动，茫啊一日食1包粉。规个细胞拢乌麻麻去啊！你搁安那祈祷？今仔日牧师要和咱讲到魂的部分。魂的部分是咱仍然抑搁伫魔鬼撒旦的攻击。
试探，通过你这魔鬼的攻击、试探、引诱，甲撒旦的白贼话。撒旦圣经甲伊讲，伊是白贼话的白啊！伊真后讲白贼话，伊知影遇着什么人讲什么款的白贼话，伊知影你是一个将容易被冒犯的人，伊就定定甲你饲你啊！所以咱就是爱去注意，你魂的部分，咱要怎去面对？其实翁仔某的冤家，毋是恁某无好，也毋是恁翁无好，是撒旦伫恁的中间咧带出咱的魂的软正的所在。牧师伫这处佮讲一解，翁仔某的冤家，也是兄弟姊妹无好好。是撒旦伫咱的中间，咧讲白贼话，咧亚政治。当然，当咱魂的部分无健康，咱就真容易跋倒。我用咱即句话讲，内心的世界就是魂，是今仔日咱仍然活伫地面上上大的战场，上大的战场。当然。你还未魂还未得救以前，灵的得救是上大的征战。撒旦无欢喜人得救，撒旦无愿意人认捌主耶稣，所以就主动白贼话攻击试探，互人无法度去听到福音。咱想来地宣，有个人讲我们自己地方教会做好就好 ，no， 咱爱有真济人去听到福音。台南市嘛有人无听到福音，因为你若无听到福音，就无得救的机会，无得救就无永远的咱堪住三角连。你只有去到你火海的所在有一天，无论你是偌好的人，所以兄弟姊妹，上大的征战，你还未得救以前，就是你灵人的救恩的征战。但是当人若得救了后，战场就刷来你魂的部分，伊就要互你无见证、无喜乐、无轨迹。去到倒位，拢是问题，家庭内底的问题，教会内底的问题，小组也是问题，这就是魂的征战地咧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牧师要讲的啦，你若还未信主的人，你的上大的福利，就是会领受耶稣基督，成做你的救主。啊，你若是已经顶头生的人，你的问题魂的征战，你就爱注意听。兄弟姊妹，魂、情绪、感受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但是，你个偌成熟、偌冷静的人，伊嘛是有情绪。咱大部分的人是拢有情绪的。但是，恁太太甲恁先生讲一句话，欢喜个哦，像啊，若无，吼，规个面臭光光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要安怎去管理，要安怎去控制咱的情绪、咱的魂。是一项人生上重要的功课之一啦。阿妹吗？所以无论你是信徒，也是你若还未信，老实讲，你的生命是需要有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内底，会当去帮助你，引带你的人生的方向。但是你若是顶头生的人，兄弟姊妹，你的主要的战场就是离魂的部分的地雷。撒旦攻击、试探、引诱、白贼话，就是要爱咱跋倒，伊要爱互咱无轨迹，要互咱无见证，咱的婚姻袂当互人有恶乐心生。兄弟姊妹，所以我今仔日要来含咱讲，四个圣经教示咱，伫情绪管理的部分，咱必须爱知影。啊，你若知影这四项圣经的真理。当你的魂，这个战场有咧上上下下的时阵，你会当回到这四个圣经节，你会当回到这四个真理，讲哇，我爱注意。第一个经节，咱来看箴言第14章12节。箴言14章12节，有一条路，人看做是正直的，但是到尾成做死无的路啦。有一条路，人看做是正直的，意思讲看做大家人拢看这条路是对的，但是到煞尾这条是死路。所以意思是安怎？第一项牧师要甲咱讲，咱的情绪甲感受，无影每一界拢是对的。你敢听有？我意思就是讲，你的感受，恁先生甲你讲的，你知影你即摆心情足歹。
但是真实，但是不是正确。真实更不是正确，你敢听？真实的是讲真正你的情绪即马咧起起伏伏是对的，但是你的反应想要的反应是对唔对？所以圣经里这个所在甲咱讲，咱的感受无拄拄大概拢是真的，拢是对的。讲对的意思是讲正确。你的感受是真实，但是是唔对的。你安怎咧想恁太太？伊真正安尼做，也是安尼讲，但是无一定你的感受安尼回应是对的。世界甲咱讲安那，世界甲咱教是安那，敢是有一句话讲，Follow your heart， 敢是迄个 Follow your heart， 嗰个叫做啥？跟随你的心呐、啊。你著读这条经节，大家人感觉是 Follow your heart。到尾是死路啊！信徒，我怎要对信徒讲？有当时你感觉你的内心有一个感动，很强烈，你的情绪咧，甲你讲什么话？甚至有个人较，你教的较久的，佫会讲上帝甲我讲，好。上帝甲我讲落去，接落就是真歹虾米对话啊咧，敢毋是？上帝甲我讲，我著爱哒。哇！你若要跟他持不同的意见的时候，哇，就不一样了咧。敢是？好啊，所以信徒，你的感动，到影是真正是上帝来的。那是只是你的情绪，你的负面的感觉，你即马因为被冒犯，你想要安怎啊？所以你甲打一个较好的商标，叫做上帝爱我安怎做？这是信徒的危险。啊，若未信者呢？我捌看过一出电影，叫做第六感，就是讲啊 ，follow your heart， 有一种的 instinct， 迄种的第六感。啊，若安尼，牧师要来对信徒讲，你要安怎知影是毋是上帝对你讲话？有几项你要注意。你的内心有即种的感动，还是冲动，还是想要，还是欲望，还是无论是啥，你的情绪即马咧，你安尼咧教的时阵，你讲我想要干什么的时候，第一项。你这个想要，你这个感动，和圣经有吻合无？你和圣经有吻合无？圣经写的，和你即摆想的感动，有吻合？啊，若无吻合，无所以使讲，绝对毋是对上帝来。上帝是一个实全实美、完全无矛盾的上帝，伊无可能伊所甲你讲的话，含伊已经所启示的话语有互相的冲突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你想看觅，白纸黑字有冲突无？我捌甲恁讲过，这是事实的代志。有一个人甲一个牧师讲，上帝甲我讲，叫我和阮太太离婚，所以我会当和这个姊妹结婚。阮两个人上帝要使用阮做大事，上帝叫你离婚。你家己要离婚，你讲上帝要离婚，第一，看看圣经有吻合无？第二，是那如果圣经的教示白纸黑字无写着这部分，但是你爱去看，咁圣经规本圣经咧教的原则有一致无？有一致无？所以咱的生命的中间有真济代志，或许圣经。没有白纸黑字写到做这，但是咱知影伊圣经的教示的原则是啥物话？和原则有冲突无？和原则有任何违背无？因为规本圣经的教示，为创世纪到启示录，规本册拢是连贯的，没有任何的冲突的。这是第二项。第三项就是你的内底有圣神的平安无？是毋是有平安？你要做这个感动，你这想要，是你要做的选择，有圣神来的平安无？第四是足重要的。
你是毋是有解读错误？解读错误的意思就是讲，伫咱所看到的代志，甲你内底的感动，实在是拢你自己在解读。事实真正上帝有甲你讲啥，但是上帝甲你讲安尼，并毋是要叫你去做啥，你自己解读错误。你自己解读错误。第五项，这个部分嘛是真重要。真侪兄弟伫这个所在，到第四项伊就无爱搁第五项啊。第五项就是你有成熟的两三个信徒、领袖，还是属灵的，会确认无？有确认无？啊，是你家己想要爱，四周围的人拢甲你讲 no。当然有当时啊，确实是上帝要爱你做，但是未信者也是无成熟的人拢甲你讲 no， 这嘛是有可能。但是嘛有可能实在毋是上帝的意思，但是你家己讲 yes yes yes， 但是人成熟的人甲你讲毋通。有两三个兄弟姊妹、属灵的领袖，咧甲你讲有确认无？所以你为这五项去检查，你的内心的感动是毋是有上帝的意思？敢是上帝的意思？咱的选择无应该和圣经冲突的咧。有人讲我无咧教会，无去教会，无咧敬拜上帝，无咧参与圣餐，但是我仍然听主，因为主讲我安尼和伊的关系，伊听我，我听伊，安尼就好。听伊，伊听我，我听伊是对，但是毋是安尼就好。这是你自己的解读。圣经无安尼讲。圣经讲伊听我，我听伊，足重要。但是嘛有讲到在立基体的内底。讲到唔通欠息聚会，咱遮拢无注意看，拢敢要爱自己解读我们想要的，这是第一项。所以兄弟姊妹，魂的精简你这个所在地咧，你会解释自己想要的，照着自己解释，然后讲这是上帝的意思的感动。第一项，咱的情绪无一定拢正确，是真的，但是无一定拢正确。第二项，咱来看彼得前书第5章第8节。第5章第8节，这个经节我相信大家拢真熟啊，牧师免搁读，咱大家拢真熟。意思就是讲安那，魔鬼四过咧敲吹啦，魔鬼撒旦四过咧敲吹，倒一个伊会当吞食的。所以第二点，离婚的精神的内底，牧师要甲恁讲，毋通去互家己的情绪捆绑去。毋通互家己的情绪捆绑去，成做你的情绪的奴隶啊！毋通被你家己的脾气，被自己的股票而捆绑住了。有的人讲啊，我生下来就是这样啊，不是的。上帝创造你是因为罪的关系，你才变做即马安尼。所以上帝要通过耶稣基督的圣心伫咱的内底，要慢慢改变咱精神个变化。你不会有你没有生下来就是这样子的。你唔通去相信遐个白贼话。耶稣要爱咱，圣经教示咱要爱咱，愈来愈亲像耶稣，愈来愈耶稣基督的形象、芳味，甲伊的内心。所以唔通受情绪感受去捆绑你。兄弟姊妹，因为你若无法度管理你的情绪，你无法度管理，你无法度治理的时阵，你的情绪就控制你，就捆绑你。敢听有？你若无法度靠着上帝的话语甲圣神的引导做决定，你的情绪就会替你做决定。你的情绪就会替你做决定。我起毛几摆，袂瘾来教会。是啥物原因？无论是坐伫你边仔的人，坐伫你头前的人，安怎啊？说你的情绪替你做决定，但是你知影啥物也毋对啊？但是你感觉讲啊，我就是无法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如果咱也一直互情绪捆绑、带领，咧替咱做决定，咱也嘛无法度去听圣神的声音。尤其咱伫负面的情绪的时阵，撒旦上爱甲咱哭哭鸟啦。
你伫情绪歹的时阵，在低潮的时候，心情歹的时阵，忧郁的时阵，烦恼的时阵，撒旦的一句话讲：何必苦呢？何必呢？母到要死，带一个小组，也无趁长，也无趁粒，或者会议组员气到要死。组长，牧师毋是咧替你讲情哦，我是咧讲撒旦会安尼甲你讲哦。咱咧做拢嘛是为主做啊，敢是？羊嘛毋是我的羊，是耶稣基督的羊啊。所以咱做组长、做领袖，咱的情绪若因为羊歹低头，你来想办法祈祷，要安怎帮助伊啊？要怎讲？除非是活伫罪无愿意悔改，咱就叫伊莫过来。啊，若是人伫罪内底愿意悔改，啊嘛要寻求帮助，你袂使讲你袂使来啊。会使安尼做，这是上帝的羊呢。咱嘛互咱的情绪去捆绑着咱，替咱咧做即个毋对的决定。所以咱来看第三项，《罗马人书》第8章第50到第8节，即个经节牧师要来读出来。第50到第8节，伊只保罗先生安尼讲，伊讲，因为照肉体的意向肉体的事，照神的意向神的事。因为肉体的意向是死，神的意向是活佮平安。因为肉体的意向是对得上帝，因为伊无降服上帝的律法，也袂会降服，佮点伫肉体的袂会互上帝欢喜。保罗先生伫这个所在，伊就是咧讲，咱若是意向肉体，就是讲体贴，国语翻做体贴肉体，就是讲咱照着肉体，照着咱的情绪，照着咱的魂咧做代志的人，袂互上帝欢喜。所以第三点，牧师要甲你讲，咱一世人。咱要活出讨主欢喜的生命伫咧，咱的情绪、咱的感受，各位兄弟，如果情绪、感受管理咱的生命，咱的情绪就是咱的上帝啊！我讲你安听有？咱敢会当有一个主尔，若毋是咱的主耶稣，是咱的主，其他咧管理你、咧控制你、咧治理你、咧引带你，就是你的主啊！所以你其实是咧拜其他的偶像啊！咱若是真正是互主咧掌管咱的，咱的主权是交伫主的手里，毋是交伫咱的情绪、咱的脾气、咱的选项、咱的家己的意向。所以圣经保罗先生讲，意向肉体无讨主欢喜是死，但是意向圣神的是活命。所以兄弟姊妹。如果咱也要活伫讨主欢喜的生命中间，咱就要下定决心，下定决心。我们会有情绪，我们会有感受，但是不要被这个捆绑，因为不一定是真的。不要被捆绑，而且咱来讲，我的选择一定要合真理，我的决定有合真理无？我无要互我的情绪、脾气带咧行，我爱安怎做？因为我想要活出一个讨主欢喜的生命，翁仔某的内底，会友的内底，那用教会来讲，就是这两项上主要嘛。家庭就是你自己的家庭，夫妻；若是教会，就是弟兄姐妹。这两项关系，咱要哪伫关系内底活出讨主欢喜的生命生活。当你若意向肉体的感受的时阵，都照着你的肉体的感受在走的时候，当圣神甲你讲安怎，你敢有咧照圣神的引带咧行？所以这是第三项。第四项，咱来看箴言第5章23节。第5章23节，伊遮讲，作者讲，伊因为欠过启示，要抵到死亡。佮因为有功告急，要行斜路。第四项，我要有一个成功的生命。我不但要讨主欢喜，我要有一个成功的生命。咱的生命的成功是主欢喜，咱的所作所为。兄弟姊妹，经过调查，一个人如何能够管理情绪，比 IQ 较重要。这恁应该捌听过吧？敢是？艺术就是讲，你怎么样能够管理你自己，比你的 IQ 智商
更较重要。所以有的人会当150、60的智商啊，做真有讲的代志。我无咧讲啥物人哦，敢是？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所需要学习的是要安怎去管理咱的魂的部分，啊，要安怎管理？要安怎照着圣经的教示？要安怎照着圣神真正的圣神的引带？你内底有圣神的平安无？啊，有兄弟姊妹会确认无？啊，我的解读有没有可能错误？啊，这就是需要去听，需要去洽询咱的属灵的领袖。咱的组长、咱的区长，因有啥物祈祷，有啥物领袖无？你问，一直拢是一个 Lone Ranger， 一直都是一个独行侠，家己骑一只马，安尼4个咧收，毋是收啊，骑，马也袂当收，骑到死亡的路，你嘛毋知啊，被情绪捆绑了，没有办法好好管理，牧师牧会31，当我会当坦白伫即个所在讲，我有看见有个人，因为伊无法度好好管理伊的情绪，直到黑白讲话，而毁坏了他神要在他生命当中的呼召跟计划。啊，嘛有人因为无法度好好管理伊的情绪，因为性地的问题。失去了跟人家完成神的大事的问题，啊嘛有人可能是倒病，因为有的人甲伊讲一句话，他被冒犯，他就永远失去了走在神的命定的内底。咱拢无爱安尼啊！我伫美国的教会牧师麦比克，伊拢讲一句话，我拢搁记牢。伊讲我人生上大的成功，就是行伫主伫我的生命中间的计划。上帝伫咱每一个人的成功，每一个人的计划，无拄共款啊。但是我是一个成功的人，是因为我知影主疼我，我疼伊，啊，我行伫伊为我所设定的命定计划内底。我毋一定爱做一个2000个人的教会牧师，我也无一定爱做一个上市的公司的头家，我只需要做伊叫我做的，照真理去做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情绪管理若无好势，真有可能咱会活入一个无成功的生命，因为你无法度好好管理，好好跟随圣灵的带领，而失去了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，要使用你。教会，上帝要通过教会来使用你，啊！你无因为无法度管理。昨我看一篇讲道，美国的牧师讲道，伊讲一句话，伊安尼讲，我甲看起头一句话，因为我真捌伊，所以伊讲啥我听有。伊讲。Do you love your wife more than God？ 你有疼你的妇人人赢过疼上帝无？啊是你有疼你的爸爸妈妈赢过疼上帝无？哇，这问题情绪咱就爱去处理啊咧。咱的老父过身哩，咱真艰苦，咱的情绪真艰苦，但是神喜悦我们永远爬不出来吗？你敢听我的意思？咱的丈夫过身，咱敢有可能神喜悦我们的情绪永远处在忧伤、痛苦，爬不出来吗？咱的情绪，咱必须爱去正营这个部分伫咧。一个真正顶头生，知影永远的活命的信徒。的确会为这个情绪的内底，会当去得胜伫咧。所以牧师讲，迄牧师讲，你有疼你的妇人人赢过疼上帝无？你有赢过疼你的爸母赢过疼上帝？你有疼你的囝儿赢过疼上帝？若有，咱拢爱去检讨，咱是毋是伫危险的中间？所以，你这个所在，牧师要爱通过今仔日的讲章来对咱大家讲。
咱顶头生以后，咱的地面上的生活，就是爱主要的是爱学习专力跟随主耶稣，听主耶稣，毋是讲理智上的跟随。理智上的跟随就是讲，我知影耶稣圣经讲啥，但是你理智咧跟随，你的生命、你的生活、你的肉体、你的情绪无咧跟随，所以咱的情绪拢一直活入你毋对的内底。肉体迄更加毋免讲，所以你茫讲灵理智上跟随尔，咱一个全人得救是全灵魂体都得救。当然魂甲肉体我头有讲过，咱搁伫地面上，咱还搁咧征战，还搁有困难，但是咱必须爱知影，咱爱往什么方向行，咱爱知影有什么会当是歪靠，咱爱知影什么是对，什么是毋对。你茫靠着你的感觉讲 follow your heart， 行到是死亡的路。翁仔某，茫为了一件代志，情绪爬不出来。下面人，亲像背下面你一样，耶稣敢是安尼讲？兄弟姊妹，只要人愿意认罪悔改，7届的70届的7届，毋是3届2屆哦。是70个7届，当然都爱真实的悔改啊，毋是嘴巴说说而已。但是每一届真实悔改了后，伊个犯罪，咱嘛是搁得下面呢。兄弟姊妹，魂是咱上大的战场，内心的最大的阻碍，阻碍咱活出基督。阻碍咱活出耶稣基督的香味，因为咱受到咱的魂的捆绑、情绪，主要爱更新咱，日日拢咧更新，每一天拢咧愈来愈亲像耶稣。我知影咱无人是全是美，咱每一天都在进步，每一天都在更新，但是茫停咧，不要被错误的教导，不要被网络上的一些说法欺骗了你们。活咧，独独为着主耶稣来活。活咧，所做所行所讲，独独为着主耶稣。抓到这点，凡事感谢，无论情形的改变是安怎，有人得到医治，有人无得到医治。有人安尼，有人安尼，感谢主，毋通互你的情绪去捆绑着你。所以无需祈祷，你家庭夫妻的内底会当进入真正灵魂体的合一。兄弟姊妹，主内的兄弟姊妹，外水的兄弟姊妹，伫小组、伫小区，咱会当真正是伫灵魂，咱体袂当合一，然后咱灵魂的合一。咱拢相信一个主、一个神、一个洗礼、一个上帝，啥人像互咱的家己的情绪，将咱分开甲差遐尼济滴咧？看到他，我就不愿意看到他。你到伫天顶要安怎敬拜啊？敢是？对不对？你天顶是完全无这个代志啊！啊，咱会当开始进步，你地面上开始进步，学习，学习。OK 吗？我是今仔日讲的这篇，要帮助兄弟离婚的精神的来咱得胜。人不一定会改变，但是你会当，你会当，你会当，你可以改变的。不要被别人的愚昧、幼稚而影响了一生神在你生命的命定。敢听有这句话？古句有听有无？唔通互别人的有误、别人的幼稚，甚至别人的犯罪，阻碍着你活出上帝伫你的生命的计划甲命定。唔通因为你的太太一家无细腻，你怎气啊气几啊个月，拢唔含伊讲话，浪费了济的时间。愿主帮助咱，很大的征战要来了，准备好，家庭合一。
教会合一，咱会当做伙同行上帝的路。啊，若兄弟姊妹活伫伫做内底，你去甲讲，佮带一人去甲讲，啊，若无就看伊亲像外邦人一样。这圣经讲，连含伊食饭都袂使。牧师讲实在话，圣经是安尼教。伊若无愿意无愿意悔改，佮认为感觉讲我安尼无啥毋对，因为耶稣爱我。连含伊食饭都袂使。但是若愿意悔改，咱爱尽咱上大的力量帮助伊、怜悯伊、为伊祈祷。愿上帝伫咱的教会做大事。你愿意无愿意做一个伫上帝眼中成功的人？成功的人是看到你的时阵，有一天看到你的时阵是足欢喜看到你，是讲我毋捌你咧，安尼就食力啦。咱做起立，听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阿乐你，阮相信今仔日开始活水的生命。兄弟的生命要有一个极大的突破、更新佮变化。当阮讲主，阮愿意，阮降服伫你的话语，阮降服伫你的圣神的带领，阮降服伫上帝你伫殿教会内底的带领。主，感谢主，互阮活水教会真正是一间讨你欢喜，是一间伫你的眼中成功的教会。阮无需要大。阮无需要济人，但是阮所需要是每一个人拢真正听你，真正跟对你，真正服侍你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的听堂，伫圣神内面的感动、团契，含阮活水每一位兄弟、三甲弟弟，对今仔日到永世代无尽。阿们。